嘎后，今天我们这支影片是要跟大家介绍，在病房照护常常会用到跟床边复健之坐姿平衡训练有关的一些客语对话。老大哥，你好，我是物理治疗师叶春平，今日我来教你做复健运动哦。好，麻烦你。今日我来练习抽张哦。而请照护员空下来听书，按你治疗师冇才的时间，你就做得比大哥练习嘞。好，冇问题。大哥，我扶你坐起来哈。因为你的下还冇力，所以会坐唔稳。多练习就会越来越有力嘞。好，坐到平人嘅张薯片，平常爱讲到平人嘅双脚做得搭定天内，按就好。好，你下两只脚臂打开，同师傅平发，两只手并到太脚臂嘅脑背。好，按用尺度做得坐较稳诶。练习抽等100要练习几久120分钟，日日做得练加摆哦，唔会踢开就好。罗大姐，你抽到老大哥的做薯片，迄讲今日你一啥脾气训练，你只爱抽到佢的张薯片。好，老大哥抽轻稳哦。好，接等俺只爱来训练抽等停痛的练习咧。老大哥，有进步哦。大哥，俺两只手确定，手臂伸出卡平，身体向前，身体做唔得歪体咯，越远越好。俺停3到5秒钟，就做得变下来咧。好，罗大姐，你下请你来吐大哥练习。好，老大哥，两下帮我吐你做，停等我做。好，那我停停做。两只手确定，手臂伸出卡平，身体向前，身体做唔得歪体咯。好，停3到5秒钟，就做得变下来咧。好，好，老大哥、老大姐，做到等候哦。看完了以上影片，接下来我们就来练习在这个情境中会用到的实用例句。先来学习4线腔调。协助病人做复健前，会先告知病人将进行的项目，这时会说：今天要来练习坐姿平衡哦。今日要来练习抽张哦。今日要来练习抽张哦。病人下床时，治疗师指导床的高度要调整到适当位置，会说：床高要降到病人双脚可以平稳地贴到地面。面床要降到平人的双脚做得达到天内。面床要降到平人的双脚做得达到天内。照护员会依照治疗师的指导，提醒病人正确的坐姿，说：两脚打开与臀部同宽，两只手放在大腿的外侧，两只脚臂打开，同师傅平发，两只手并到太脚臂的脑背，两只脚臂打开，同师傅平发，两只手并到太脚臂的脑背。照护员在病人旁边指导正确的手部姿势，此时会说：两手交握，手臂伸直，抬高到水平，身体向前。两只手确定，手臂伸出卡平，
身体向前，两只手确定，手臂伸出卡平，身体向前。复健过程中，照护员不忘提醒病人，身体要保持平衡，会说身体不能失去平衡哦，停留3到5秒就可以放下了。身體總唔得歪體咯，停3到5秒就做得變下來咧。身體總唔得歪體咯，停3到5秒就做得變下來咧。接着，我們來學習海陸腔調。協助病人做復健前，會先告知病人將進行的項目，這時會說：今天要來練習坐姿平衡哦。今日要來練習坐站哦。今日要來練習坐站哦。病人下床時，治療師指導床的高度要調整到適當位置，會說：床高要降到病人雙腳可以平穩地貼到地面。面倉要降到平穩嘅雙腳坐得踏到體內。面倉要降到平穩嘅雙腳坐得踏到體內。照護員會依照治療師的指導，提醒病人正確的坐姿，說：兩腳打開與臀部同寬，兩隻手放在大腿的外側，兩隻腳臂打開，通食物平發，兩隻手放到抬腳臂嘅腦背，兩隻腳臂打開，通食物平發，兩隻手放到抬腳臂嘅腦背。照護員在病人旁邊指導正確的手部姿勢，此時會說：兩手交握，手臂伸直，抬高到水平，身體向前。兩隻手確定，手臂順切，卡平，身體向前。兩隻手確定，手臂順切，卡平，身體向前。復健過程中，照護員不忘提醒病人，身體要保持平衡，會說：身體不能失去平衡哦，停留3到5秒就可以放下了。身體總唔得歪體咯，停3到5秒就做得變下來咧。身體總唔得歪體咯，停3到5秒就做得變下來咧。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學內容，大家記得多看幾遍，認真練習哦。